台北市对10月开始开放亲子馆，和民众来遮佚佗。有不少家长已经先伫咧网络顶头登记啊。有人讲囡仔踮厝伤久、伤无聊，而且公园游乐设施也拢无开放。即马是加一个空间，互囡仔来到遮消耗体力，也是真好的。甲囡仔做伙耍佚佗物仔，台北市亲子馆17开放，不少家长带囡仔来。因为现在不是解封了嘛，小朋友在家里太闷了，对啊，觉得很好，不然小朋友都没有地方可以去，就只能在这个地方跑来跑去。手可以敲。有家长真欢喜，至少有所在通互囡仔消耗体力，伊嘛会当小休喘一下。社会局表示，原则上来遮的亲子，拢爱先伫网络预约，无提供现场的后补。工作人员嘛会伫室内提醒大家保持社交距离，佚佗物仔耍了，嘛会念面清洁消毒。我们现在是会保持那个社交距离，所以我们入馆队数已经不是只有减半降载，我们是符合中央指引，就是室内人数不会超过50人。社会局指出，目前亲子馆的人数拢有限制，会阁看2礼拜后的状况，考虑要安怎来调整。另外，新北市因为大部分的亲子馆拢甲托育中心做伙，考量托育的安全性，目前并无开放的规划。记者陈感木调随台北报道。